約翰福音第4章。法利賽人聽講耶穌屬學生流行洗禮，比約翰較多。其實耶穌唔是親身為萬人行洗禮，係叫學生行洗禮。耶穌第有一個傳說，就離開猶太，到轉去加利利。佢所行嘅路一定愛經過撒瑪利亞。佢來到撒瑪利亞嘅市街上，離雅各本家來嘅約瑟嘅土地無幾遠。雅各講就是菜嘅味，耶穌因為行路輕快，就坐在將順。這時差唔多係當主，有一個撒瑪利亞嘅婦人家來打水，耶穌老佢講：請你搬到水來啉。這學生已經去街路買食物，撒瑪利亞嘅婦人家按耶穌講：你係猶太人，我係撒瑪利亞嘅婦人家，你用咩人來討水啉呢？原來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無來往，耶穌按講：那是你哋上帝嘅恩典，老掠下對你討水啉嘅係乜人？你做就會求佢，佢也做就會將生命嘅水俾你。嘅婦人家講：先生，你冇打水嘅東西，這樣就安全。你愛去哪位拿生命嘅水呢？我哋嘅祖先雅各留了後講俾我哋，佢自家家子老佢嘅頭上全部淋了後將嘅水，咁講你老到你比佢還較大係麼？耶穌按講：啉了水嘅人全部還會再醉着，總係啉我所本佢嘅水，嘅人就永遠唔會再喝。我所輸嘅水會在佢地杯上做千年，一直湧出生命嘅水，本佢得到永遠嘅生命。嘅婦人家講：先生，請你將了嘅水俾我，使我永遠唔會喝，也唔是再來了位打水。耶穌老佢講：去喊亞老公將倒轉來。嘅婦人家按講：我冇老公。耶穌講：你講你冇老公，冇唔錯，你是有5個老公，掠下同你窮下嘅咩唔係亞老公？你講嘅清楚。婦人家講：先生，我看出你係一個先知，我哋撒瑪利亞人嘅祖先，在了神當敬拜上帝。你哋猶太人就講耶路撒冷正係敬拜上帝嘅所在。耶穌老佢講：婦人家愛心愛，時間會到嚟，你都唔會再來掠神當，也係去耶路撒冷敬拜天父。你哋撒瑪利亞人唔知你哋所拜嘅係乜人，我哋猶太人知我哋所拜嘅係乜人，因為救恩係對猶太人來嘅，總係時間會到嚟，掠下就係真實敬拜天父嘅。我用心靈老誠實敬拜，因為天父愛兩種嘅人敬拜佢，上帝係靈，敬拜佢嘅人一定愛用心靈老誠實來敬拜。婦人家老佢講：我哋該稱作基督嘅彌賽亞愛來，佢來就會將一切嘅事老我哋講。耶穌按講：我掠下老你講法嘅就係佢。這時，耶穌嘅學生都轉來，佢哋看到佢老一個婦人家講話，感覺真奇怪。仲係無人問嘅婦人家，你愛白嘅，也係問耶穌，你做白嘅老佢講話。嘅婦人家放下佢嘅水缸呢，轉去城內對大家講：你哋來看，有一個人將我一生所做嘅事，全部讓我講出來，佢敢係基督嗎？大家就出城去看耶穌。這時，學生向耶穌講：先生，請食掉東西。耶穌按講：我有東西好食，係你哋所唔知嘅。學生就彼此議論講：敢講有人拿東西本佢食係麼？耶穌老佢哋講：我嘅食物就係遵行差我來嘅旨意，要完成佢交本我嘅工作。你都講，假使嘅日正係屬神嘅時節，
我老你哋講，我頭看見條田，五國已經熟咧，做得屬國咧。屬國嘅人得到工錢，為永遠嘅生命積存五國，使為眾嘅老屬國嘅一同快樂。前人栽種，後人收成，呢句話係真實嘅。我猜你哋去屬國，唔係你哋耕嘅田，聽人辛苦，你哋享受佢哋辛苦嘅成果。佢上有千多撒瑪利亞人信耶穌，因為佢婦人家講，佢將我一生所做嘅事全部老我講出來。佢哋撒瑪利亞人看到耶穌，就要求佢同佢哋共下吃，所以耶穌才給佢吃2日。因為耶穌所講嘅道理，信佢嘅人就很較多。佢哋老嘅婦人家講，我哋呢下信，唔係因為你所講嘅話，係因為我哋親身聽到佢嘅話，自己實在係世界嘅救主。耶穌在給佢吃2日以後，就去加利利，佢自家說講。先帝在自家嘅家鄉係唔會受人尊崇嘅。耶穌一到加利利，嗰位嘅人全部親歡迎佢，因為佢哋在耶路撒冷過盼過節嘅時，又看到佢所做一切嘅事。耶穌又多轉去加利利嘅迦拿，就係頭擺佢變水做酒嘅所在。嘅地方有一個太監，嘅拉嘢在加百農北偏。佢一聽到耶穌對猶太來到加利利，就去見佢，求佢去加百農以後，佢聽到為事嘅拉嘢。耶穌老佢講：你哋那唔係看到神蹟奇事，仲係唔信。嘅太監應講：先生，求你在我來忙事以前，同我共下來去。耶穌對佢講：轉去亞拉嘅好嚟。嘅人信耶穌嘅話，就轉去，在路上，嘅僕人都到佢老佢講：你嘅來好嚟。佢問佢哋，嘅拉嘢係幾時好起來嘅？佢哋回答講：從本日下晝1點鐘嘅時，小秋退。做阿爸嘅想起，都好係耶穌對佢講：亞拉嘅好嚟。嘅時節，所以佢老佢一家人全部就信。也係耶穌對猶太多轉加利利後所行嘅天意嘅神蹟。